老師，粵語係幾個聲調咧？9聲6調，更重要佢就保留種入聲。食魚咧，最新鮮咧就係眼突、黐吉、尾黐實。吉突實兩三個都係入聲嚟，北方人就講唔出嚟。係，我記得有人講話嗰個書中自有黃金屋，書中自有顏如玉。係啊，屋同埋玉又係入聲嚟嘅喎。入聲咧北方就冇咗㗎啦。只有廣東就包括江浙嗰邊都有，特別係元朝呢個蒙古人入嚟之後係嘛，咁佢哋咧就係對漢語嘅變化好大，特別佢哋發唔出個入聲啊，變咗冇咗入聲。咁而家普通話好多入聲就變成平聲啊，殺啊、絕啊，就平聲；沙就平聲，殺就絕對係入聲嚟。點解又有人話廣州話讀唐詩宋詞特別押韻咧？佢語言係好豐富嘅，即係變化好多，好具備一種音樂性。你廣州用廣州話粵語歌咧，就最明顯啦，講出嚟就係唱出嚟咁樣。可唔可以示範下嘅？未怕江風吹散了熱愛，就未怕江風吹散了。唱出嚟就講出嚟一樣。係啊，仲有嗰個放完假，分歲百年，國人漸已醒，好似唱歌咁咯